年荔園兒獅賽喺機場博覽館舉行啊，究竟今年入邊有啲乜嘢玩？影相位又靚唔靚呢？帶大家去睇下。今次場館分為7個部分，舊年有懷舊攤檔、遊戲、場景，今年全部冇晒。室內場變成同卡通人物同埋插畫師聯成嘅遊戲啊，室外就係電動高卡車 X Race 嘅場地。嚟到荔園梗係玩翻啲攤位遊戲啦，不過今年就冇香口膠掟啦，好彩仲有小露寶呢一個童年回憶啊！除咗有8、90年代大家好熟悉嘅經典人物，今年場內仲有好多妖怪手錶嘅卡通喺度，但係要贏得公仔就要碌乒乓波獲得一定分數，一啲都唔容易啊！我知道呢一啲攤位遊戲同埋吹氣設施應該未必滿足到你，一於睇下有啲乜嘢影相位啦。第一個打卡嘅地方梗係大象天奴啦，喺佢嘅側面影出嚟就唔夠霸氣，正面低角度影就可以影到氣勢啦。呢一個同卡通人物聯成嘅櫻花鎮，條馬路就可以影出全新嘅 snapshot。仲有貌似迷宮嘅裝置藝術，入邊有同插畫師林皮創作嘅畫作，中間有鏡同埋夢幻感覺嘅設計，都係唔錯嘅選擇嚟㗎。睇完成個大環境，想知值唔值得入場玩？果子就帶咗小朋友去實試，留意我哋嘅報道啦。10乘10屆今個夏天最貼身嘅 Mini Travel Guide，將記者心水推介製作成旅遊收藏卡，等你行到邊玩到邊，立即去10乘10屆報道內下載啦。